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little children, we would dream of Christmas morn, of all the gifts and toys we knew we find, but we never realized the baby born one blessed night gave us the greatest gift of our lives. We were the reason that He gave His life. We were the reason that He suffered and died. To a world that was lost, He gave all He could give, to show us the reason to live.感谢主，他让我们明白，我们世上唯一的真爱，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在最后用这首一起来回应耶稣，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恩典跟美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欢迎大家起立，跟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主。安慰我的心，安慰我的心，荣光照亮黑暗，荣光照亮黑暗，恩典充满。主你永恒话语。我还能有谁？除了你，我别无所求。耶稣，无人像。
慈爱的双手。祝你永恒话语，医治我的心。我还能有谁？除了你，我别无所求。我们呼求基督我主，基督我主。我们全心献上，全能再来君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今天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是要来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好不好？我们跟隔壁的讲说，救主耶稣诞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因着你的爱，使我们领受这丰盛的恩典。谢谢耶稣，
你带来盼望的消息，使我们今天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愿主亲自看顾，愿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同在的喜乐。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跟你隔壁的说一次，救主耶稣诞生了。救主耶稣诞生了，这是一个宣告。这一个宣告带着有盼望、喜乐、爱与和平的宣告。所以这个宣告是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说基督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确据以及记号。这个记号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永远，这就是上帝爱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圣诞节已经被商人所利用，变得很商业化。圣诞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店家开始做圣诞节的促销购物的手段。过去那段时间我会很生气，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很生气的是，为什么它变成一个购物的一个手段？不过现在我渐渐改变这样的想法，因为我相信并且看见这样的一件事是上帝他亲自的作为。上帝透过媒体，透过商家，在免费的宣传圣诞节，而且所有的人，在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圣诞节，也要过圣诞节。所以我看见了，这是一个宣教的方式，也是让我们去宣扬主耶稣救主诞生的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让我们去与人分享。所以我们就可以借着圣诞节，我们可以去问别人说，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吗？问一下你隔壁的人说，你知道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吗？或者是说，你可以问你隔壁人说，圣诞节到底在庆祝什么？还是你可以问他说，请问你知道圣诞节的故事吗？圣诞节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爱我们，代表着圣诞节的意义，还有它所发展的事情，还有它的故事。有两个小孩，他们的对话，然后妈妈在厨房在忙，然后听到两个小孩很大声的在说话，然后越说越激动。大孩子跟小孩子在争论着说，爸爸最爱我了。不是讲我们家两个哈，他们就争论了，一直在那边说爸爸最爱我，爸爸最爱我。越说越激动，一句来一句去，两个都不甘示弱，在那边说爸爸最爱我了，越讲越大声。突然之间，大孩子就蹦出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爸爸最爱你？你说啊，你怎么知道爸爸最爱你？弟弟听到了这句话，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心里就很着急，就哭出来了。然后他就大声的很大声的说，我不管啦，爸爸就是最爱我啦。各位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呢？当两个孩子彼此在争论说爸爸比较爱我，在那个时候，大孩子所说的这句话，你怎么知道？通常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父母带我们出去玩，给我们买玩具，
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接送我们出路。然后我们会说，父母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在爱我们。我们会说这是爱我们的一个表现，但是久了之后，我们会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应该的。我们却忘记了父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今天的经文第9节说，上帝差他独一的儿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的生命，由此上帝的爱对我们来显明了。不是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上帝差他独一的儿子，这是一个具体，而且是表明了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上帝主动来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没有要求我们人要先做什么事情才将这份爱要来给你，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就得到这一份爱。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已经接受到这一份最美的礼物了，我们习惯了。但是透过圣诞节，耶稣诞生的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再一次去体会上帝那极大无比的爱。上帝极大无比的爱，就是他让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大的目的。第10节这样说，不是我们爱上帝，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在圣诞节，我们所想象的、所接收到的，都是充满着温馨和爱的一个气氛，通常都是很热闹、很快乐，我们可以得到礼物。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想到过，在耶稣降生在世上的那个时刻，其实那个时刻，耶稣的降生却是带来混乱的信息。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却是造成当时的麻烦，因为这个婴孩的出生，引起了希律王这当权者的追杀，甚至连2岁以下的孩子都被追杀了，也造成了许多的家庭必须迁移。当耶稣长大之后，他所带给宗教领袖的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让这些宗教领袖恨他恨得牙痒痒的，却不敢怎么做。但是最后，耶稣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了宝血，带给我们未来的盼望。可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却以为自己得到了胜利。不过，耶稣的复活却带给混乱的世界一个新的秩序，为绝望中的人们带来新的盼望。那么，在一片的混乱、紧张、争论中，耶稣所带来的盼望，是因为过去人被罪所辖制，一直不断的在犯罪，然后陷入到痛苦之中，呼求上帝的拯救。上帝听见了，一次又一次人的呼求里面，可以表明上帝对人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上帝差他独一的儿子做了赎罪祭，独一的儿子耶稣，他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这就是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告诉你隔壁的说，上帝爱每一个人。当我们在说上帝爱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一句话，我们就必须想一想，你愿意向这世上的人传扬上帝的爱吗？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的战争、混乱、不公义，我们看见了，却像没有看见一样。我想上帝不会喜欢我们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完成耶稣的命令，完成上帝的计划。那么我们就要在读经当中去领受上帝的话语，行在生活里，在祷告里面将你所看见的、所知道的，祈求上帝的恩典来降临，在你的行动中去回应上帝所赐给你的祝福，将这好消息传扬出去。那么有人说，我不足怎么办？经文的第11和12节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你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看一下你隔壁的，左右的看一下，爱在他里面吗？如果你觉得爱在他里面，你看见了，你就说上帝的爱在你里面。哦，好像不是很肯定哦。上帝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一对热恋的情侣，男生就问女生说：“你爱我吗？”男生的回答会是什么？爱啊，我爱你呀。然后女生就面露出幸福的表情。过没多久，又问他说：“你爱我吗？”男生的回答：“当然爱呀。”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很满意。又过一阵子，还有问说：“你爱我吗？”男生的回答口气有一点变，也有可能不会变。他说：“当然，我真的很爱你。”如果口气变了，就会变这样：“当然啦，我很爱你啦。”如果在小说里面，就会有这两种的发展：一种是很甜蜜，用现代年轻人的术语叫做放闪，很闪；另外一种是被问到很烦，然后渐渐的就产生了冲突。不论结果是哪一种，都是用人的方式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爱。不过，在今天，是上帝的爱在你我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个世上，上帝为了你和我，用爱将我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用爱将我们的心彼此的连结在一起。所以上帝透过耶稣的降生，他爱我们的心意来显明出来。所以用上帝的爱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基础和核心。经文说，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透过爱，这份爱要用言语文字来传达，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显现出来。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中，如果这份爱你确信而且领受到了，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直接的活出爱来，会让更多的人与你接触的时候就接收到来自于上帝的爱。所以因此我们要感谢耶稣，谢谢耶稣，他带来了盼望、信心、喜乐、仁爱。透过待降节期，我们第一个待降节期是期待与盼望，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等待着弥赛亚的来临，并期待上帝的国度可以建立。待降节第二主日的时候，我们的预备是准备和信心，所以我们在准备接待耶稣的降临，基督的来临。第三主日，我们是在宣布以及领受那属天而来的喜乐，提醒我们是听见了耶稣基督诞生的宣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那么的喜乐，因为
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弥赛亚已经来临了。第四主日是一个启示和仁爱，因为宣扬的是基督降临之后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让世人可以跟上帝和好。圣诞主日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在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代表着我们在欢庆的同时，他已经赐给我们盼望、爱、喜乐与和平。他完成了他的预言，救主已经降临了。救主已经降临了。我们再宣告一次，救主耶稣已经降临了。跟隔壁的说，因此，我们要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什么是爱。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感谢耶稣，谢谢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到这极大的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独一的儿子差遣到世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可以有盼望。那个盼望就是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与你同在。谢谢上帝，谢谢耶稣，谢谢圣灵，愿你亲自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你的爱，我们可以去宣扬你的爱，使更多的人得着祝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上帝旨意成全，愿主上帝旨意成全，愿主上帝旨意成全，愿主上帝旨意成全。我们来唱回应的诗，耶稣。双手安慰我的心，荣光照亮黑暗，恩典充满，主你永恒话语医治我的心，我还能有谁？除了你，我别无所求。耶稣，耶稣，无人像你，无人与你相比，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主耶稣，耶稣，荣耀赞美，我们全心献上，全能再来君王。主你慈爱双手，安慰
人充满。主你永恒话语，医治我的心。我还能有谁？除了你，我别无所求。耶稣，耶稣，无人像你，无人与你相比。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耶稣，荣耀赞美，我们全心献上，却能带来君王。今天我们领受到圣诞节这喜乐的消息，我们不只领受，我们还要出去传扬。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以及接受差遣，来宣扬主的福音。全能的父神，愿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因你是主，我们愿意顺服以及回应你的命令，去传扬你的福音。求你赐给我们能力、智慧与勇气，让我们的生命与人的生命连结，让你的爱遍传在这块土地上，与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慈爱与恩典，天父上帝的平安与喜乐，圣灵的帮助与扶持，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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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默祷。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再来是今天的第一场礼拜，是由我们儿少青他们来服侍，带领我们经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的赞美礼拜。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不好？我们先谢谢主日学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练习，以及他们今天的带领我们的敬拜。主日学小朋友请起立，我们给你们鼓掌。好，请坐。再来是学青，他们也带领我们青少年，好，青少年来也起立，我们谢谢你们。好，再来是我们的敬拜团，是比较大的青年，来请起立。好，也给自己一个掌声，因为我们领受到祝福了。第二场礼拜是由圣歌队来带领我们敬拜，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参与在第二场礼拜。第二场礼拜结束之后，我们今天中午是由总务部协助，让我们有中餐是便当，所以有登记的
都可以向你们的各区区长和组长到1楼或地下室来领取。我们再一次彼此请安，说圣诞快乐！今天早上第一场礼拜到此，祝大家平安喜乐。请我们今天儿少兴服侍人员留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儿少兴的人就地先留下，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儿少兴服侍的人员请我们大家先留下，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Tina。